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感恩啊！今日咁大風雪呢，我哋都有咁多弟兄姊妹喺我哋當中一齊敬拜。當然啦，我哋唔會忽略喺電視機上面嘅朋友嘅。咁我哋都知道你哋因為即係環境嘅緣故，令到我哋呢好難翻到嚟教會當中。咁但係呢，我哋都係同心敬拜嘅。喺2026年呢嘅1月呢，就咁過咗啦，差唔多係嘛？今日幾多號啊？大家記唔記得？係啊，20幾號啦，即係好快啊！時間過得好快啊！嗱，當我哋發現呢，原來呢已經嚟到2月嘅時候呢，先至覺得呢，即係我有時都要的起心肝，係開始要即係預備好自己去面對唔同嘅生活咯。即係預備2026年所要做嘅事情。每年嘅1月呢，教會嘅講壇呢，都總係會不斷咁樣重複呢個嘅教會主題。大家記唔記得教會主題係乜嘢？係啊。係裝備侍奉主啦，即係當然啦，我哋即係主題係扎根結果，咁然後呢，今年嘅我哋嘅主要目標呢係裝備侍奉主嚇。咁但係呢，就即係我都唔例外嘅，其實即係1月即係教牧都會講噶嘛咁樣。咁呢，當2025年我哋教會目標呢喺我哋要活喺基督裏之後呢，其實呢，今年呢，我哋就要進入呢個裝備侍奉主嘅時刻啦。咁大家有冇留意過呢個 poster， 即係呢兩個 poster 嘅唔同啊？活在基督裏同埋裝備侍奉主，即係2025年轉入去2026年嘅時候，大家有冇留意到個背景上面嗰個轉變啊？嗱，其實呢，即係我最特別對即係令我係即係留意到嘅呢，就係嗰個天色啊！天色係暗咗㗎嚇，天色係暗咗㗎。好似呢，我感覺上呢，就好似進入咗2026年嘅時候呢，即係我哋活在25年，我哋活喺光明中啦。26年嘅時候呢，我哋就好似預備好自己要進入呢個黑暗世代咁樣樣。等我哋呢活喺基督裏面嘅時候呢，唔好以為即係唔好好似崔牧師上星期即係話即係提醒我哋呢，就話唔好混我咁喺度過日子喎，即係唔好等天國來臨喎，係嘛？咁我哋呢都要呢係裝備好自己呢，去預備好自己，因為係天國嘅臣民嘅時候呢，我哋就要為耶穌去爭戰。所以呢，裝備侍奉主，預備去打仗呢，就成為咗我哋今年一齊團結努力嘅方向。嗱，我哋裝備侍奉主呢，我哋唔係即係我哋去打仗呢，我哋唔係喺度講緊一個口號啊，而且呢，反而呢係一個實際嘅行動喎。因為提摩太前書第1章尾呢，其實面對住以弗所教會嘅假教導同埋爭議嘅時候呢，保羅真係叫提摩太去打仗嘅喎。嗱，講到要打仗呢，我哋一開始會諗到啲乜嘢？打仗喎，我哋一開始要聯想到啲乜嘢？我哋一講話打仗呢，當然呢，我哋要第一件事，我哋咩？我哋要對準個槍頭啦，係嘛？槍頭一定要向外嘅嚇。而打仗係代表乜嘢呢？一係呢，就係要保家衛國，係咪？第二呢，就要乜嘢啊？放棄理想咯，即係你有咩理想，你都要放低啊！你要打仗啊嘛嚇。第三呢，就要放棄家庭嘅需要喎。即係你要打仗呢，咁你即係家庭你擺低晒啊！大家都知道，因為呢打仗呢係要為下一代同一個更崇高嘅理想去搏命，就係因為要搏命呢，所以呢我哋要先知道自己有幾多斤兩，然後我哋先好去搏命。要有乜嘢所長呢？係我哋能夠係做到嘅幫助呢場仗嘅。嗱，咁其實呢，即係預備去打仗呢，我哋或多或少都容易去理解啊，係咪？因為咧好多時咧，我哋日常嘅生活咧就好似打仗咁咯，即係我唔知你今日嘅生活係咪好似打仗咁啊？琴日食過咩飯，我諗你都唔記得㗎啦，我哋要點樣咧？我哋日日都要咧係面對生活啦，返工湊仔啦，又要照顧家人，同埋咧加埋教會侍奉喎，日日根本就好似停唔到嚟，好似打仗咁樣，做完呢樣就要做嗰樣，做完嗰樣又要做另一樣咁樣，而我哋今時今日咧喺咁多事情嘅處理底下咧，我哋仍然能夠好似我哋大家一齊一刻嘅時間，能夠去敬拜上帝呢。其實我哋都總算叫做有啲分寸嘅，我哋識得分輕重嘅，生活上呢係識得見招拆招嘅，其實都值得感恩嘅事喎。不過咁，我哋行為就真係有啦。但係當講好似經文咁講，要常存信心同埋無愧嘅良心去預備去同上帝大力打仗呢個場仗嘅時候呢，
呢個都值得我哋要反思一下，喺呢方面我哋有幾多斤兩喎？嗱，提摩太前書嘅前後書嘅作者保羅咧，寫信俾提摩太叫佢打呢個美好嘅仗咧，其實咧係保羅就唔會係叫佢真係真槍實彈走去打仗，你都唔使驚，我唔係叫你出去打仗嚇。保羅保羅當時咧唔係叫提摩太去真係即係組織軍隊或者係預備教會去同對抗當時嘅政權，或者咧迫害教會嘅人，亦都唔係咧叫提摩太咧去帶領教會會眾為耶穌去殺出一條血路嚇，唔係咁樣樣。保羅咧其實要當時以弗所嘅提摩太咧，佢要有背水一戰嘅決心啊，對抗當時教會入邊靈命嗰個問題嚇。因為點解咧？因為喺第一章嘅時候咧，正如上次於姑娘所講，保羅開宗明義要提摩太回應當時嘅假教師、假教義嘅問題，而因為咧真理上嘅偏離咧，教導咧變成空談啊！即係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一啲講道啊，或者係教導咧係好離地啊，即係磁浮火車嗰啲咧離地咧嚇，即係佢下面地下點凹凸不平咧都震唔到你㗎嚇，好平平穩穩嘅嚇，即係嗰啲離地啊！佢可能咧係即係一開或者咧有啲教師咧就唔明自己所教嘅嘢喎，可能咧一開始嘅時候咧佢可能會講得頭頭是道，好似我咁，但係問多兩問嘅時候咧，就好似帶你去遊花園啦開始啊！唔知大家有冇經歷過呢啲嘅事情嚇？咁保羅指出咧，當時以弗所教會喺呢一群人入邊咧，佢哋所教導嘅都唔係來自一個清潔嘅心、無愧嘅良心同埋無偽嘅信心，亦冇愛又唔合乎主道，以致咧保羅要差提摩太去出手去處理。所以咧，提摩太可以話係咧十二使徒同保羅之後咧，被成全去帶領教會嘅一個人。不過咧，即係猛虎不及地頭蟲啊嘛，係咪？保羅差提摩太空降入去處理教會嘅靈命問題，其實呢啲真係三煞位嚟嘅，即係好難做嘅。即係對提摩太嚟講，即係因為佢後生啦，係咪？佢去到嗰個教會嘅地方，始終係人嘅地方嚟㗎嘛。特別喺以弗所嘅教會入邊，既興旺又複雜。保羅叫一個後生仔嚟到洗太平地，係咪一個容易嘅事呢？其實對提摩太嚟講咧，其實同打仗真係冇分別嘅，即係同預備去打仗。佢要即係放棄理想、放棄家庭、總之要擺低晒所有嘢，全心貫注去做呢一件事。而呢個係上帝嘅家嘅事。所以咧，即係保羅要寫呢封信俾提摩太嘅目的咧，其實咧我哋即係要留意，我想講俾大家聽嘅就係唔好以為提摩太係太後生唔識搞教會嘅事情，反而咧係因為即係保羅要寫呢封信嘅目的咧，其實係要提摩太去知道應該係點樣處理呢啲教會嘅事。同時間，其實咧，保羅要寫呢封信嘅目的咧，係要藉住呢一封嘅公開信，係一個以佢當時自己嘅身份同地位，去鞏固提摩太身份，去處理教會事務嘅一封信。嗱，即係因為咧，以我所知咧，即係保羅咧係唔會差派一個咧佢認為唔得嘅人去嘅，所以提摩太本身嘅能力係一定得嘅。不過咧，即係佢去到個教會嘅時候，佢要依靠住一啲嘅長執或者係一啲領袖嘅説話咧，去幫助佢咧一齊去做呢一啲嘅事情。而保羅呢一封信咧，就係當保羅以使徒嘅身份同地位去鞏固提摩太身份去處理教會事務嘅一封信。所以咧，保羅咧就藉住呢一封信咧，要當時教會上下包括執事同領袖咧、弟兄姊妹，就甚至男女老幼咧，都要用提摩太嘅帶領同埋按書信嘅內容底下咧，一齊去學習同行啊！提摩太係要藉保羅嘅經歷同耶穌嘅教導，教翻正當時教會上下嘅每一個人嘅心，無論咧佢係執事定係初信，佢
提摩太咧都要確保同裝備佢哋，要全民皆兵，以信心同埋無愧嘅良心侍奉上帝。嗱，講到呢度咧，其實即係我用多咗時間咧去講呢個即係背景。但係咧，我都好希望大家能夠掌握到，即係當我哋教會活喺基督裏之後，點解教牧團隊會以裝備侍奉主嘅前提之下去盡心。嗱，事不宜遲啦，我哋咧就開始了解下呢場仗點打咯喎，好嘛？即係我哋要進入今日嘅經文。提摩太前書2章嘅內容咧，其實我哋先睇第1同埋第2節。第1同第2節講乜嘢咧？佢話：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哋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嗱，經文講到咧，就係要打呢場仗咧，其實就乜都唔好做，即係坐定定喺度，乜都唔好做。但係呢場仗咧，第一件事要以禱告去開始。各位，改變教會、打美好嘅仗係以禱告開始喎，而且要禱告開始咧，更加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同祝謝，甚至為君王同一切在位嘅，你都要為佢祈禱喎。你識唔識得點做啊？喺舊年年尾咧，我睇到一篇新聞，提到咧香港咧有一個導演，佢嘅一套作品《自殺通告》咧，俾人禁播之後咧，佢嘅內心咧其實係心入邊好痛嘅，冇 PowerPoint 啊呢啲，亦都感到好無力。唔好意思啊，我都一直到2025年嘅聖誕節咧，佢就忍唔住咧就喺網上面發咗一篇文章。佢選擇咧就用祈禱咧回應呢一切啊！嗱，佢當時咧佢嗰篇文章咧，佢講到咧佢唔係咒罵，亦都唔係對抗，而係咧係好認真咁樣咧提出要為佢身處嘅國家領導人祈禱，希望咧對方能夠睇一睇佢一套叫做《時代革命》嘅作品，從而咧能夠靜低落嚟咧反思同埋改變。而且咧悔改歸回上帝。而呢位導演又話咩呢？佢話呢個咧或者係佢一生之中入邊咧最天真，但係最真心嘅一次禱告，即係期盼。佢期盼咧自己嘅影片咧能夠係幫助當時嘅領導人被觸動、被震撼，願意反省同埋悔改。佢咧冇將到任何人當做一個敵人，因為咧佢相信每一個人都有罪，而真正嘅敵人咧其實係人內心入邊嘅黑暗。大家知有冇睇過呢段新聞啊？有冇留意到啊？唔好意思啊，有啲咳。而導演咧亦都分享咗自己面對身處環境嘅現實。佢自己咧其實係好軟弱嘅，甚至咧接近絕望。但係咧佢將信仰嘅力量咧令佢重新得力，所以咧更加要提醒自己咧要成為一個有盼望嘅人，相信上帝唔會放棄任何人，亦都相信就算活喺逼迫入邊，仍然都可以選擇良心、平安同埋光。呢個就係導演佢所分享嘅説話。嗱，其實大家聽完呢一件事之後呢，我唔知大家有咩感覺。無論你有咩感覺都好呢，我都要先講我怕你有嘅一種感覺，就係我今日唔係講政治。但係呢，當我哋身處喺一個社會嘅時候呢，其實同提摩太當時嘅信徒生活，活喺一個迫害信徒嘅羅馬政府一樣。當你活到喺一種政權底下嘅時候呢，傳福音嘅自由總會係被政權所影響嘅，而呢個影響去到一個點係會令你感到絕望同埋放棄。呢個係好現實嘅。其實呢個報導出咗之後呢，的確有好多人笑呢位導演。我唔知你心入邊有冇笑？話佢咧天真啦，又話佢唔踏實啦，又話佢覺得即係呢啲有啲人同事咧，其實真係冇得救㗎啦，係咪？死咗條心罷啦咁樣，
好多人去咁樣説話，好多都係基督徒添喎。我唔知大家認唔認同？有啲事情係冇得救。其實咧，呢段新聞最令我在意嘅咧就係呢句冇得救。作為一個信徒，冇得救嘅念頭其實代表緊啲乜嘢嘢咧？大家認為係代表啲咩啊？呢個念頭其實就係有意無意之間就係收窄緊你對上帝嘅盼望，收窄你禱告嘅視野咯。以至你因為冇盼望，覺得有啲人或者有啲事係唔需要祈禱噶啦，因為已經冇得救啊！極端嘅仲會話上帝其實都唔應該去救佢啊，改變佢啊，係嘛？呢啲人唔應該需要救恩㗎。嗱，我哋好多時有意無意之間已經會幫上帝篩選咗上帝要拯救嘅人。當我哋嘅胸懷未能夠可以容得下對方對我哋所受嘅影響嘅時候，我哋好多時都會心懷不忿，就咁放棄呢個人。我哋唔會放棄自己嘅，我哋放棄佢，唔覺得佢需要上帝嘅救恩。嗱，各位，剛才嘅新聞呢，其實只係一個例子嚟嘅啫，即係兩個引申俾大家聽。嗱，相信大家心底裏邊都好清楚㗎啦。其實冇得救嘅唔一定係政界掌權嘅，俾你話冇得救嘅人，可以係你身邊嘅朋友、弟兄姊妹、親戚、教會嘅各階層，係咪？甚至你嘅配偶、你嘅子女，都可以成為你心入邊冇得救嘅人。呢個先恐怖。而因為佢哋所作所為，一次又一次咁樣令你唔暢快，或者令你感覺受傷害，我哋就慢慢放棄佢，漸漸咁樣覺得呢啲人應該等上帝幫助佢。好聽啲就咁講。呢種情況咧，令我諗起咧使徒雅各同約翰嘅一段往事。呢件事咧記載喺路加福音9章51同埋唔該幫我撳下一張。路加福音9章51至到55節，嗱，我讀俾大家聽。耶穌被接上升的日子將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發使者在他前頭走。他們到了撒瑪利亞一個村莊，要為他預備。那裏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門徒雅各、約翰看見了，就說：主啊，你要我們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消滅他們，像以利亞所做的嗎？耶穌轉身責備兩個門徒說：你們的心如何，你並不知道。人子來不是要滅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說着就往別的村莊去了。嗱，各位，我哋有冇試過好似呢個故事咁樣啊？呢個事件咁樣啊？當一次又一次咁樣被人拒絕、欺負，甚至俾人嘅時候，真係恨不得佢俾天收。雅各同埋約翰嘅心情，你認為合唔合理呢？一個被猶太人睇唔起嘅撒瑪利亞村莊，竟然唔接待親自嚟到拯救世界嘅救世主耶穌基督。所以咧，呢個村莊就應該好似當時以利亞咁，一把火燒咗佢。呢個公義彰顯、大快人心嘅事情。嗱，其實門徒向耶穌提出呢個請求咧，按公義上，門徒可能都認為可以自圓其説㗎。即係如果唔係，我諗相信門徒都唔咁夠膽，即係貿貿然咁樣講，一定有佢嘅理據嚇。咁但係咧，我哋有時咧都會好同時間，我哋都會好似啲門徒咁樣樣喎，因為以為自己企喺耶穌嗰邊，就從一個道德嘅高地去審視呢個世間嘅事情，甚至咧決定咗邊啲人係應該得救，唔應該得救。不過，正如耶穌嘅回應一樣，耶穌冇讚門徒為主發光，
反而責怪門徒用心不良，而且話俾佢哋知道滅人性命嘅事情並唔係上帝嘅心意，亦唔係耶穌降世嘅目的。所以當翻去今日嘅經文，保羅要提摩太同我哋叫我哋去打仗嘅時候，最緊要嘅就係我哋要學習去點樣打呢場心理仗。有冇啲人喺你嘅心目中係冇得救嘅呢？保羅要教會上下知道，教會與處理嘅人並唔係要放棄佢哋，排除異己，而係要常常為佢悔改歸正去祈禱。教會要以救人同埋接納嘅心，貼緊上帝嘅心意去處理呢啲教會屬靈上面嘅問題。更加要藉住禱告改變對自己人同事嘅眼光，向世界宣告上帝係愛所有嘅人。保羅提醒我哋真誠咁樣為所有人祈禱嘅時候，我哋先至真正嘅係與上帝同行嘅一個開始。因為耶穌降世嘅目的，的確就係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而耶穌基督就成為咗我哋為萬人代求嘅榜樣，甚至願意捨自己作為萬人嘅贖價。呢個係耶穌所做緊嘅事情。嗱，耶穌的確係榜樣喎，不過我哋唔係耶穌，我哋未必真係做到好似佢咁樣。我哋要努力，但係我哋真係做唔到嘅有時。咁如果我哋今日話要要求大家要以禱告為首去改變教會、改變世界，可能你今日都覺得又有啲即係抽象，又唔知點做。嗱，其實一講到祈禱呢，好多人都錯覺以為呢就係向上帝祈禱呢，只係一個媒介。咩叫媒介呢？就好似打電話咁樣樣。大家有冇試過打電話？而家唔好打啦。途徑唔緊要嘅，最緊要最後能夠接通，啱唔啱啊？即係唔緊要嘅，即係途徑唔緊要，即係你可以 send email 又得，發個短信又得，即係打電話又得咁樣。但係呢，以我嘅經驗同埋牧會嘅觀察呢，其實我哋好多時會忽略，即係祈禱呢就唔係最緊要接通呢一個嘅態度。其實以我觀察呢，其實我哋好多時會忽略咗祈禱嘅過程入邊所帶俾我哋嘅唔同嘅改變同埋心路歷程。嗱，用翻打電話嚟到做例子啊，即係大家有冇大家試過打電話啦，係咪？嗱，大家打電話嘅心情呢，有冇留意㗎？有時呢，當你打出去嘅時候呢，你等緊對方接聽嘅過程呢，即係有啲緊張嘅喎，即係特別係打俾老公啊、打俾老婆嗰啲呢。即係當對方未接到嘅時候呢，你有冇啲咩心路歷程浮咗出嚟啊？即係總會有少少嘅，係咪？即係你總會有好多唔同嘅心情出現咗，你會希望佢快啲接啦，係嘛？又或者希望佢唔好接啦？有冇試過唔好接啊？即係你拍緊拖嗰啲尤其是你怕啊嘛。咁響緊嘅時間呢，可能你會預備自己一接通講乜嘢啦，係嘛？即係如果當你打去要處理一啲事情嘅時候，一接通咁樣，你會預備好自己講乜嘢？或者咧，又心大心細咁樣咧，即係想收線咧，想即未接通嘅時候咧，想收線咧，驚阻住對方啊咁樣樣，驚怕佢喺聚會緊啊，入邊喺崇拜啊咁樣，即係啲好多嘢嘅嚇。總之你打電話嘅時候咧，你有意無意之間咧，就會出咗好多你自己嘅心路歷程、擔憂同埋擔心。嗱，其實咧 send text 一樣嘅啫喎，都會喎，不過佢過程短啲，你可能冇咁容易留意到。但係打電話咧，你就會好感受到嘅嚇。甚至而家資訊發達咧，即係一打就應該預你聽㗎嘛，即刻係咪？有乜理由唔聽嚇？咁嗱，其實祈禱咧都會有類似嘅情況啊。你打俾上帝之後咧，呢個祈禱嘅過程咧，其實即係透過你自己講嘢啦，會令你更加清楚自己同上帝嘅心路歷程嚇。你係點樣諗啦嚇？點樣？即係同上帝嘅關係係點樣樣啦，你都會突然間反映晒出嚟嘅。祈禱嘅時候，而且咧喺教會嘅層面去講嘅時候咧，其實當我哋公眾祈禱嘅時候咧，
亦都會有意無意之間咧對外透露咗我哋即係我哋教會啊整體啊對世界嘅視野啊，或者係我哋教會入邊嗰個狀況係點樣樣，屬靈生命狀況係點樣樣啊？亦即係當然啦，亦都係一個群體見證啦。咁所以咧，我認為禱告本身其實係一種恆常嘅操練同埋見證，即係唔係一種求咁簡單。因為咧，其實咧，祈禱咧就可以俾我哋更加踏實咁樣成為咗同上帝同行嘅人。嗱，我嘗試咧列出咧幾個我哋可以藉住禱告能夠成為嘅人咧，去同大家分享啊。其實唔止呢幾個嘅，我可以講成日嘅。咁當然即係好多書幫助我啦，但係即係好多嘅其實。但我列出幾個俾大家睇。嗱，第一個咧，其實咧係禱告，藉住禱告咧，我哋可以成為嗰種可以向上帝祈求、辨識同埋代求嘅人。嗱，正如耶穌咧道成肉身一樣咧，當我哋投身去即係設身處地去禱告嘅時候咧，我哋先至會更加了解關乎禱告嘅對象嘅事情嘅。嗱，頭先牧師咧喺主日學嘅時候都有講嘅，其實類似，可能咧係親自我哋要去認識佢哋嗰個環境啦，我哋可能咧係要親自認識佢嗰個設身處地嘅一啲事情啦。我哋咧可能咧或者係甚至乎我哋為咗了解呢啲事咧，我哋可能係即係了解多啲佢嘅國家啦、背景啦同埋佢處境啦。咁我想咧令到我哋祈禱嘅時候咧，我哋好似同佢一齊行緊嗰條路咁樣樣嚇。即係譬如話，我哋當有個當我哋有個朋友佢真係有啲經歷，咁然後咧我哋聽佢講嘅時候咧，我哋係一路咁樣去喺腦入邊咧去努力咁樣去建立緊我哋對佢嘅認識啦、背景啦、點解佢會咁諗啦、佢嘅感受係點樣樣啦。我哋好似同佢一齊行緊一條路咁樣樣。以禱告嘅名義咧，我哋藉住禱告嘅名義咧，行到去對方身邊，同佢一齊同行，而唔係喺一個安全距離同佢祈禱。哦，你病啊，我為你祈禱啊咁樣。但係就唔理佢嗰個心路歷程。嗱，祈禱咧，我哋會成為咗一個咩人咧？就係我哋能夠同佢處身處地咁樣去為佢同行祈禱嘅人。當我哋能夠雙向咁樣去彼此為對方嘅需要祈禱嘅時候咧，我哋彼此間同行去尋求上帝，而分享出自己嘅不足同難處嘅時候咧，我哋就成為咗得到一個同伴，一齊去尋求上帝嘅一個嘅過程。各位，你身邊咧有冇人願意去了解同分享你嘅需要，而同你一齊祈禱啊？諗真啲有冇？教會本身其實就係為咗彼此同心禱告而設立。我哋教會嘅崇拜嘅地方係要嚟做咩啊？係要嚟祈禱嘅。祈禱唔單止係向上帝求啦，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就係要承認我哋係有同伴，一齊同心同行，一齊去尋求上帝嘅一個表達。而藉住呢個哀慟嘅人得安慰，亦都係即係哀慟嘅人得安慰嘅一個途徑。而當你嘅對象係一個唔認識上帝嘅人嘅時候咧，你藉住祈禱為對方其實打開咗一條上帝能夠介入嘅路啊！上帝嘅愛就能夠藉住你嘅禱告行動打動對方嘅心而得救，明白真道，經歷上帝。嗱，呢個咧係只有係一個信徒主動嘅去一個未信嘅人入邊去話我為你祈禱啊！呢個行動係只會有咁樣去產生嘅。嗱，當然啦，以上係頭先我講嘅咧，係我哋所接觸到嘅人啦。但係咧，當我哋面對一啲即係事件啊，或者新聞大事發生嘅時候咧，我哋其實我哋又可以點樣樣咧？其實咧，我哋都可以藉住祈禱去俾上帝透過聖靈同我哋去辨識。從而咧塑造我哋，例如咧，當我哋面對一啲嘅新聞發生嘅時候，大家都睇好多新聞啦。剛才我亦都分享咗一段新聞。咁咧睇新聞嘅過程入邊咧，有時我哋都會可能有好多事咧評頭品足。我哋會可能好多嘅想法。不過咧，與其喺度説三道四咧，其實我哋都可以簡單啲嘅。我哋都可以簡單啲咁問自己，就係話喺呢一段新聞嘅事件入邊，其實我可以為邊個或者係點樣去祈禱咧？如果咁樣去睇新聞嘅話咧，或者可以減少一啲咧，即係我哋對人嘅指責
同埋對事情嘅一啲嘅批判，亦都將呢啲平面嘅新聞故事呢，藉住即係轉化啦，幫助我哋藉住祈禱，以上帝要救所有人嘅心意同社會連成一條線。你嘅祈禱嘅思考同當你有呢個咁嘅思考嘅時候，當你同一啲未信嘅朋友交流呢啲新聞事件，即係你茶餘飯後去飲茶去講翻呢啲新聞事件嘅時候，你就可以表達出你對上帝改變世界嘅能力同埋信心同盼望，以至咧乘機分享上帝要萬人得救嘅心情。咁樣去睇新聞同埋八卦事，或者去咁樣去回應，會唔會更加好呢？作為信徒。最後我哋藉住祈禱，亦都能夠設身處地咁樣向上帝成為一個可以代求嘅人。我哋可以喺禱告入邊建立福音嘅計劃。呢個並唔係要回應社會危機，即係唔係要你即刻出去回應社會危機，而係咧我哋要有條理咁樣咧，去用禱告影響身邊嘅人。我哋列出我哋嘅同事、我哋嘅老朋友、我哋嘅家人，甚至乎我哋嘅會友、鄰居、宣教嘅牧者，或者係其他教會咁樣。總之你種種嘅人同事，藉住剛才所講嘅設身處地同世界嘅辨識，讓佢哋成為你心目中好細心去鋪設安排，你即係會放喺你心入邊嘅一個嘅福音網絡。有系統咁樣獻俾上帝。我哋要學效耶穌，成為世界同上帝嘅橋梁，以禱告先求上帝差自己去介入佢哋嘅生活，藉住我哋賜恩福俾一啲未接受耶穌嘅人。大家想唔想成為一個咁樣嘅人啊？嗱，其實除咗成為藉住上帝祈求、辨識同代求嘅人之外呢，其實祈禱咧，亦都可以讓我哋更加成為能夠去向上帝表達驚嘆嘅人嘅喎。禱告咧，往往帶嚟好多嘅盼望啊！成日祈禱咧，會令你都知道世界係乜嘢，世界好黑暗啊！即係你成日祈禱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呢個世界係好灰嘅。不過咁即係呢個世界係雖然係好困難、好黑暗，但係同時間咧，你會慢慢留意到一啲好多生活上面嘅驚喜嘅。嗱，呢啲喜悅可以好簡單嘅，例如我哋平平安安翻到嚟教會當中。當你跣幾次胎之後咧，然後你又扭不得正，然後咧就可以安安然然咁樣拍到位咁樣翻到嚟教會當中，你嗰種開心咧，你係你自己知嘅。咁亦都係啦，有其他啦，譬如話你見到屋企隻狗仔跳嚟跳去，咁覺得好得意；貓咁喺度喵喵聲，咁你覺得好可愛。咁或者咧係一個即係你嘅小朋友喺度即係搞到好傻咁樣做一啲事情。嗱，呢啲就係生活嘅喜悅。咁當然啦，唔少得嘅，我哋會常常聽到弟兄姊妹分享嘅就係見到咩啊？見到彩虹咯，見到宇宙嘅世界嘅偉大啦，睇到有機會去下旅行啦，去新嘅即係見到眼前嘅景色，或者係見到當時嘅上帝俾你嘅好嘅天氣啦，一啲生活上面嘅喜悅同埋驚嘆啊，我哋都會睇到呢啲都係值得我哋去向上帝去回應、去禱告嘅時刻。透過呢啲嘅事情驚嘆，我哋咧即係對我哋活喺黑暗世代嘅我哋嚟講咧，係一種對生活嘅信靠同埋福氣，而且咧喺上帝透過萬物去擴展我哋內心嘅喜悅。好似一浪一浪咁樣咧，去衝擊緊我哋咧，令到我哋提醒我哋生命其實係充滿喜樂嘅，以至到咧我哋生活好似即係繼續去有力咁樣咧，去面對呢啲咁黑暗嘅世界。呢個都重要嘅喎，即係我哋唔好一路灰落去，我哋都要睇到上帝帶俾我哋嘅喜樂。咁其實咧，藉住祈禱咧，亦都會令到我哋咧就成為一個能夠自省認罪嘅人。不斷咁認罪悔改咧，可以話係我哋浸信會創會嘅基礎。因為咧，我哋要知道禱告嘅對象咧係上帝。當我哋祈禱嘅時候，我哋每時每刻都好自然咁樣咧，就要自動咁樣自省一番。情況就好似咩咧？就好似咧，當你進入一個婚宴嘅時候咧，你就會自己就會好清楚咧，你嘅衣着當時合唔合適啦。
大家有冇試過啊？我成日撞焦嘅即係有時我就覺得有時真係輕鬆得滯啦，有時又真係好似隆重得滯啦咁樣，即係有時總係揣摩唔到嘅咁啊，你總會自己知道自己嘅衣着合唔合適嘅。嗱，呢個就係祈禱當我哋祈禱嘅對象係上帝嘅時候，我哋真係知道佢真係上帝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識得去自省。嗱，其實唔係婚禮，唔止淨係婚禮嘅衣着問題，唔止淨係婚禮喎，其實有時崇拜都係喎。嗱，如果我今日着件 T 恤嚟咧，你就會見到我合唔合適㗎啦。咁即係我哋都要可以留意到啦。而當我哋透過聖經學習，不斷認識上帝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會越嚟越明白，我哋係幾咁容易去偏行己路、自圓其説，歷世歷代不斷咁犯罪，將基督同釘十字架。我哋會不斷有咁樣嘅情況。但係當我哋能夠辨識自己嘅罪惡同埋認罪悔改嘅時候，就係顯示上帝正藉住禱告其實改變緊你。呢個係一個信徒即係處事態度上面嘅調整。而且咧，禱告咧能夠令我哋坦然，能夠係有機會向上帝去即係講出自己嘅錯誤，知道自己嘅不足，而通過認罪咧，我哋能夠去避免自己咧就好似即係頭先講嗰兩個門徒咁樣樣，企喺一個道德高地入邊去審視世界嘅一個心境，更加咧係重新能夠校正自己嘅心思意念，以免傳福音俾別人，自己又失落咗。嗱，去到最後咯，其實最後咧，祈禱咧，亦都係可以等我哋成為一個喺上帝面前能夠安靜嘅人。成個祈禱咧係會令到你重新咁樣去調整你嘅效率嘅。點解咧？點解要重新調整你嘅效率咧？嗱，唔單止效率嘅喎，其實仲有生產力啊、時間啊呢啲概念咧，其實藉住祈禱咧都會改變你嘅。呢個咧係一個信徒生命入邊速度同埋效率嘅一種反思同埋重整，就好似你咧想買玩具嘅時候，但係又要奉獻咁樣樣。呢個係一個選擇上面嘅一個操練，選擇上嘅一個操練。以禱告，唔好意思，以禱告令到自己停頓安靜，其實提醒緊我哋要擁抱上帝所賜予嘅時間嘅恩典。藉住禱告釋放自己去享受生活同時間入邊，而唔係今日你生活即係俾生活同埋時間所控制。以禱告去享受時間其實係好抽象㗎，但係咧我哋其實唔陌生嘅因為咧我哋都幾忙㗎嘛，係咪？頭先都講到啦，但係咧我哋幾忙都好咧，其實咧我哋都會為自己爭取一啲時間。時間做乜嘢啊？歇下咯，即係唞下咯。我哋會爭取一啲時間咧，爭取一啲 me time 啊，今日嘅所俗稱嘅。嗱，呢一啲嘅 me time咧，其實就係因為我哋咧俾生活逼得太緊啦，我哋真係要停一停，俾自己靜一靜咁樣去諗下，重整一下。正因為咧，你嘅思考咧，的確係需要專注去停頓去思考咧，所以咧你就會自覺咁樣咧，從你打仗入邊，即係打仗咁樣嘅生活咧，去即係停低落嚟。即係嗰啲咩賺錢啊、忙碌啊嗰啲，全部咧家務啊、湊仔啊嗰啲，你全部頂唔順啦，你要停低落嚟，你揾個即係窿捐下、唞下、me time 一下。其實我哋成日都會咁做嘅。而當我哋話祈禱能夠讓我哋成為一個喺上帝面前能夠安靜嘅人嘅時候咧，停頓本身亦都係反映出自己深信上帝各方面嘅供應。以致咧，你能夠將工作、家務、玩樂、照顧仔女嘅勞碌放低，喺一個逼緊你嘅生活入邊咧脫出嚟，讓自己能夠去聆聽、讀經、禱告、觀察上帝，配合上帝嘅旨意而行。嗱，呢個咧係一個無偽信心嘅一個操練嚟嘅。你嘅人生係要為生活建超拆照，呢個真嘅。但係咧，你嘅人生係要先求他的國同他的義，邊一個重要呢？其實你真係要時間停低落嚟去思考一下，重整一下，以一個活出基督嘅為首嘅信心，放開自己手所做緊嘅嘢，停低落嚟去祈禱。而呢個停低落嚟祈禱，
其實係一個選擇嚟。上帝係不斷咁觀察我哋嘅選擇。嗱，如果大家即老實講啦，我喺度幫助大家㗎嘛，係咪？所以咧，如果大家未能夠自律咁樣去靜思嘅話咧，其實咧，我鼓勵你咧，完咗崇拜之後咧，就嗱臨走去揾阿于姑娘啦。點解揾于姑娘唔揾我咧？係咪？你話揾牧師，點解唔揾牧師咧？因為咧，佢可以真係可以幫你去報名靜思100咯。好讓你能夠係慢慢藉住聖經、藉住教導、藉住禱告停低落嚟，成為喺上帝面前能夠安靜守候嘅一個人。嗱，各位講咗咁多關於祈禱所帶嚟嘅影響同改變，我唔知大家能唔能夠掌握以禱告去打呢場仗，應該可以點樣打？總括嚟講，禱告係上帝俾我哋嘅連接點，係一個多角度嘅門徒訓練。頭先我分享嘅，我可以藉住禱告形成嘅人，唔單止係讓信徒喺同上帝之間建立一個更加深嘅關係，亦都能夠幫助我哋喺生活中成為一個更謙卑、更有同理心、心存感恩、聆聽上帝嘅一個人。最重要嘅係乜嘢呢？最重要嘅就係禱告嘅時候，往往能夠去幫助我哋對準上帝同埋同上帝同行。呢個先係我哋最希望嘅事情。而我繼續去鼓勵大家，要抽空自己時間嚟返祈禱會啦，去一齊去尋求上帝啦。但係同時間我都鼓勵大家停低落嚟，真係認真思考下你嘅禱告生活係點樣樣，能唔能夠有一個信心同埋無偽嘅良心去做禱告嘅生活。各位嚟到總結，保羅想提摩太帶領教會去打嘅，係要以自己嘅信心同埋無偽嘅良心去藉住禱告打呢場美好嘅仗。嗱，呢場仗嘅目的就係要讓以弗所教會上下都記得上帝係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亦係要處理教會亦都係處理教會呢個假教師同假教義嘅基礎。佢嘅目的並唔係排除異己，而係要大家明白真道，一齊去悔改歸正。嗱，呢個咧就係保羅寫俾提摩太嘅一個目的。因為咧冇愛心咁樣排除異己咧，就只會造成紛爭嘅啫。最後咧亦都係會令到教會動盪，更加咧會令到對外嘅福音事工帶嚟危機。所以正係因為咁，保羅提醒提摩太要帶住愛去處理呢啲事情，亦都係要提摩太要有呢個背水一戰、打美好的仗嘅決心咧，就要為所有人祈求，包括教會上下各階層。我哋嘅禱告係應該要貼緊上帝嘅心意而行嘅。我哋唔好幫上帝篩選得救嘅人，我哋要為社區、為教會、為國家祈禱。我哋更加要以禱告去關心身邊嘅人同事。嗱，正如咧，保羅去禱告嘅領域咧係好闊嘅，頭先都聽到啦。所以而佢所顧慮嘅焦點咧，其實係上帝救贖嘅計劃點樣成就去拯救所有人。總之阻到呢件事咧，佢唔得㗎，佢一定要處理，係所有人啊。所以我哋要透過祈禱成為救恩嘅出口，以祈禱去改變世界嘅每一個。更加最重要嘅係改變自己對人嘅睇法。最後，我亦都心願教會喺2026年能夠成為以禱告開始侍奉上帝，讓上帝嘅話語藉住禱告裝備我哋自己，去為真理打呢場仗。我哋一齊祈禱。親愛的天父，我哋感謝你，賜俾我哋有使徒、有教會、有時間可以侍奉你。求你教導我哋回應你嘅愛，先喺教會入邊彰顯，再照亮我哋接觸到嘅社區。又願教會嘅每一位都蒙你賜福，既能享受生命、享受生活，更加可以藉住你嘅話語去榮耀你嘅名。我哋嘅禱告係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求。